一间完整的咖啡厅怎样被送上雪山？答案不是现场慢慢盖，而是先在工厂把它造好。Stacksbond 私地建筑参与张家口冰雪赛场区建设，钢结构、门窗、内装和设备在工厂同步预制，模块完成，整箱吊装，立即出发。车队驶过北京2022标志，真正的挑战才开始。普通卡车到不了最后一段，施工团队借助履带设备，在冰雪和泥泞中一点一点把箱体送上山。低温、浓雾、湿滑路面，每一次转运，每一次起吊，都考验经验与配合。模块抵达，稍作停顿，漫长施工被压缩成快速安装。屋架就位，设备接通，一座红色山顶餐饮空间终于在雪线之上点亮。裁判室、配套用房、多层模块建筑也在这里陆续落成。从工厂到雪山，把建筑送到最需要它的地方。Stacksbond 私地建筑，专注模块化，精工制造，高效交付。